新冠肺炎又捲土重來，確診人數繼續升溫。呢一次爆發嘅症狀同以前嘅有啲唔同。呢一波嘅就未必有喉嚨痛，有啲人係完全冇喉嚨痛添，都只係發燒，並冇其他症狀，甚至乎咳都冇㗎。佢最大嘅特點咧，就係同一般感冒唔一樣，會好攰，唔一定會發高燒，但會發燒同周身酸痛，仲會有腸胃嘅症狀。目前嘅新冠變異株係超級低調，通常唔發燒就已經靜雞雞入侵人體㗎啦。有啲人會肚屙、全身冇力、頭痛或者嗅覺遲鈍，好多人以為就係食錯嘢啫，或者感覺到好似唔夠瞓，又好似感冒咁。其實呢一波新冠係好鬼屎㗎，仲容易被傳染添。抵抗力強嘅人就會有比較輕微嘅症狀，嚴重嘅話會氣喘、呼吸困難，仲會導致肺炎㗎。